来看美国出名的中国研究专家黎安友受到邀请来台湾演讲，针对两岸局势甲明年大选的议题发表看法。黎安友是认为讲乌俄战争，互习近平了解拍台湾的困难，所以无认为讲伫2027年进前中共会有动作。另外，针对总统的人选伊是认为讲美国会支持愿意甲中国沟通的参选人。美国出名的中国研究专家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来台湾访问，16受邀请伫台北论坛，以安怎防止台海冲突的题目发表演讲。黎安友指出，习近平真有野心，毋过无认为中国会伫2027年前想要侵犯台湾。As he himself has said, you must get ready by 2027. But when he sees what's happening in Ukraine, presumably he's realizing that the challenge is even bigger than he thought. 黎安友也正关心2024的总统大选，伊讲即马三党参选人拢愿意甲中国对话，美国拢正支持。毋过伊示警，参选人无应该提出甲中国谈判的诉求，无论谁当选，北京拢会提出爱接受9二共识，会互台湾更较侪压力。I'm not saying that any of these guys should give Xi Jinping credible assurance and say, I promise not to rock the boat, because they can't. 黎安友也指出，美国防卫台湾会当提供军备，毋过无应该谈论选举。也认为进前佩洛西来台湾访问，也是伫加州举行的蔡美会，谈论支持独立的言论，会使得台海情势更较紧张。伊的结论是，这人毋通遐查天火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